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9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第16节，民数记第27章12节到14节，马可福音11章27节到3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权柄。昨天我们提到了摩西行神迹的能力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权柄。无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或是让以色列人得到玛拿、鹌鹑、泉水等，传统上我们都认为摩西以拐杖来行神迹，击打红海或是磐石但是事实上，昨天我们在谈到加底斯的米利巴泉的时候，上帝所吩咐摩西做的方式是命令，以嘴巴而已，用言语，这是完全不用任何动作的。但是后来因为摩西他生气，就用拐杖击打磐石2下。无论摩西如何做所成就的神迹之权柄，都不是摩西自己的，而是从上帝而来的。上帝的仆人应当有这样的认知，不但需要知道上帝的权柄，更是要顺服上帝的权柄。然而摩西和亚伦却因为生气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尊主为圣。民数记第27章12节到第14节再一次的强调了这件事情。上主对摩西说，你要向亚巴琳山遥望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，你看过以后就要离开人世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，因为你们2个人在旷野寻的旷野违背了我的命令。当全体会众在米利巴埋怨我的时候，你没有在他们面前承认我是神圣的能力。米利巴就是寻旷野的加底斯的水泉，顺服就是承认上帝的权柄，不顺服就是把上帝的权柄给遮蔽了。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其实就是需要以顺服来彰显上帝的权柄。虽然上帝的权柄真的不需要人去彰显，但上帝却要人愿意以顺服的心志来彰显他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。这正是上帝告诉摩西和亚伦的事。基督徒应当要用生命来见证上帝的权柄，如同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祭司们，他们经常宣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上帝却活不出，我们看不出这些犹太人他们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，能够见证上帝的荣耀。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上帝的权柄，因为他们的骄傲遮蔽抗拒了上帝的旨意，也因此遮蔽了上帝的权柄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看圣经的记载，法利赛人、经学士、祭司们，他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，他们不是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神迹就被他们质疑了，他们质疑了耶稣基督的权柄。
圣经这样记载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。耶稣在圣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、经学教师和长老来见他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先问你们一句话，如果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告诉我，约翰施洗的权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上帝还是从人来的？”他们开始争辩起来，说：“我们应当怎样回答呢？如果我们说从上帝那里来的，他会说：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约翰呢？可是我们能说从人那里来吗？”他们怕人民会对付他们，因为大家都相信约翰是先知。于是他们回答耶稣：“我们不知道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”耶稣基督凭什么权柄来行神迹？祭司长、经学士以及长老们并不明白，所以他们就质疑耶稣基督。通常耶稣基督是不会正面回答的，但在此处耶稣基督却说：“耶稣回答，我先问你们一句话，如果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告诉我，约翰施洗的权柄是从哪里来？从上帝还是从人而来？”耶稣基督很俏皮地回答他们的质疑：“那你们不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。”这是因为这一群犹太教的领袖，他们并没有真心真正的遵行上帝的意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他们没有尊主为大，他们不把上帝的权柄当成一回事所以呢，耶稣基督也不跟他们认真因为知道跟他们多说无益，因为他们只是想要彰显自己很厉害、很重要，并不是真心要尊主为大。在教会预备建堂的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、实际的行动来参与呢？来表达我们是三峡教会的一份子呢？有人乱传说教会没有权可以裁建，也有人传说教会的重建不合法，有人袖手旁观。当教会在中间有许多的人，多数的人忙着参与的时候，是否有人虽然到了教会，却仍然想要一起出外游玩，完全不理会教会的事工？我们是否真心在意上帝的权柄，愿意顺服，同心服侍，一起为建堂的事来努力，以实际的行动表达自己真正属于三峡教会的一份子呢？我们是不是用生命、用行动来表达，来彰显上帝的荣耀，以祷告的心支持教会，支持兄姐，一起为建堂来努力呢？诗篇78篇第1节到第4节：我的人民要听我的教诲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。我要用比喻说明，我要用预言揭开历史的奥秘。
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知道的，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事。我们不向子孙隐瞒这些事，却要向下一代说明上主的美德、全能和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上帝在所安的旷野，在埃及，当着他们的祖宗面前行了神迹，他把海分开，领他们过去。他使水像墙一样的站立。白天他用云彩带领他们，黑夜他用火光照亮他们。在旷野裂开的磐石，使他们饱饮深渊的水。他使磐石涌出泉水，使水如同江河涌流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是在你的权柄之下，叫我们能够顺服谦卑，在你的旨意之下，成为一位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